天氣方面係天晴乾燥，天氣清涼，吹和緩至清勁偏北風。1點鐘氣溫係17度，相對濕度55%。空氣質素健康指數，一般監測站係低至中，路邊監測站係中。紫外線指數係5，強度屬於中等。新聞報道完，再會。太子珠寶鐘錶特約，瞬間看地球，係由太子珠寶鐘錶及 Montblanc 贊助播映。跟住係港台製作嘅左右紅藍綠，朝氣都市閒情。